JPEX 爆煲，2700名受害人，16億資金查咗2年，終於開刀啦。今次警方落手就真係夠狠啦，16個人被控，包括林作、陳怡、雙雙呢啲網紅，罪名又多又辣，詐騙啦、洗黑錢啦、妨礙司法公正，仲首次用反洗錢同埋恐怖資金條例。JPEX 喺2020年成立，話低風險高回報，結果真係低腦風險高中毒啊！靠 KOL 打廣告、場外交易賣圓夢，吸晒啲唔識嘅投資者入場。但證監一出警告，錢即刻鎖死，資金轉走，幾十個錢包輪流洗錢，買車、買金條、買夢想，樣樣都齊。呢啲操作根本唔係投資，係精密設計嘅收割。講翻林作啊，唔做律師轉炒幣，放風話一筆就賺咗745000蚊啦，結果唔夠10日就執笠，而家被控詐騙，30萬保釋，交護照唔俾出境喎。金仔只可以講一手好牌都俾佢打爛晒啦。至於陳怡，之前證監打下 JPEX， 而家自己中招，講真啦。幣圈最貴嘅投資就係信錯咗人啦。金仔提醒你，投資唔可以貪，唔可以盲目，信事不如信自己個腦啦。聽 KOL 不如睇下風險，市場唔會俾你發達，只會嗌你交學費。我係金仔，下集見，拜拜。